听向别个使直接开麦了。感谢爸比亚款哦。谢谢你，我跟我赞。因为咱顾读书吼，我无咧看手机啊啦，所以你若举手啥，其实我看袂到，歹势啊，所以都甲恁拢留来台仔顶吼，安尼较方便。你若有啥物问题啥直接问吼，免客气。好，咱开始读吼。1643年11月初3，早起就是透早吼，派上述的旁船Good Hope 啦吼，好望号吼，派这只船的去大船Swan号遐，尽量来转装Swan号的地层型的石头吼，再去网角用来修理遐的要塞吼，并且伫遐将剩来的砖仔再转来遮，伫个今仔日开始落来，甲即个砖仔落来吼，写一张中文的德批交一只要航往安海的小篷船，早去互生理人接心，用来供伊来催逼伊吼。即个食心是用英语的读法啦吼，其实荷兰语敢若是读做有心吼，绝读做伊啊。等下吼，开一下我的 Google Translate。Joxing。哦，嘛是 Joxing。好，写一张德批啦吼，中文德批交互，所以这伊嘛敢若看有中文尔吼，交互即个要去安海细只篷船载互迄个食心，用来供伊来催逼伊不得延误吼，伊对阮所做的即个承诺所答应阮的吼，袂使签着。对伊项里处队开始以后20天内，会派一只篷船载着适合阮祖国所需求的黄金、白丝、甲棉质的布料，以及伊到安海以后可能已经送到安海的其他的项目，再来处队，并且写讲有几只公司的船因此留伫个遮咧听候。伊对伊所答应的即个诺言的即个履行，将互即个议长阁下至感欣慰吼。共款为着飞啊瓷器啦，为着飞啊，也写德批送去催逼即个叫做啥 Joseph 甲Ticklin。铁林这个名，今仔地道看下，TICLIM 吼，愿上帝带领，互所有的好物拢会当及时再来，互公司的船只得以顺利来出航。对此，因为时间渐渐消失过去，阮开始有一寡犹豫咯。我拄则去摕水，煞袂记摕着，稍等下吼。11月初4，透早迄只满载着糖的迄个快河船，快河进前查讲是篷船的意思吼。Brock 号趁着陆风顺利出港，航往Swan 号遐。下晡
block 号甲所在糖交互示范好了后，就解冻也落完所在的糖的变对阵较白的号转来行回来讲来，随命令这两只船又过来挖即个栈桥遮吼，迄只快学船block 号爱甲村的冰糖装温起哩，明仔载要送去交互示范号，而较白的号爱装载要送往暹罗的号，并且准备伫咧2-3天内出航前往暹罗。快艇李路号沿岸已经满载着糖，会当伫咧明仔载早起交互上述的示范号。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福州来遮，再来1万罐的鲜仔白仔酒。11月初5，早起李路号含迄只快学船出港，要去甲所在糖交互大船示范号。下晡迄只快学船的篷船啦吼，就是甲所在糖落了，转来入港，规工无用伫为着变对阵较白的号咧装粗肥，甲暹罗所需求的货物，并且准备伫咧后日，若是装了，就要出航前往暹罗。拜一开始建造或者是修理北平的木沙吼，防堤的木沙吼，堤防啦吼。堤防这物件吼，台语我所知是，阮较早拢讲报换啦吼，一般是石头啊，所以拢叫石报。我查一下吼，报换 HOANN 第七声，报是第三声。有时啊，因为阮的腔口吼，第三声和第四声吼，足歪的，所以其实我分袂出啦吼。对我来讲，第三声、第四声是共音嘛吼。但是我要安怎去判别讲判断讲，即个是第三声还是第四声？有时啊，我就是用变调吼，因为阮腔口变调是3会变2嘛，17253咧考卷的17253变2吼，所以我若变调发现伊是变第2声，我就知影这是第三声安尼吼，原调是第三声。即个是一个trick 吼，你小技巧吼，较早我含即个判考员老师因学的吼。结果报换无呢？报换无。其实我是无，我无直接含，就是较早潘老师因有办屋顶的即个读书会，我有参加过两三遍啦吼，无介侪遍啊。但是迄两三遍内底，实际主持的人嘛毋是潘老师吼，潘老师主持我敢若毋捌拄着吼，拢是迄当中拢是一位叫做，敢若是姓寇的款，嘉勇老师吼，寇嘉勇的款。嘉勇老师是鹿港人吼，伊个鹿港腔足趣味哦，我伫倒听鹿港腔就听伊讲。是，我记得拢是嘉勇老师带迄个读册会，但是你听人讲，我对潘老师遐学，潘老师遐学着。其实我是对潘老师的 blog 内底学着吼。潘老师写 blog， 迄当初写 blog， 部落格啦吼 blog， 内容写足侪，我自头到尾每一篇拢有看过安尼吼，所以伫遐学足侪。即嘛 blog 因为我毋知拢收咧倒去啊，恁若有兴趣，你查看嘛，较找会到的吼。好，我要来看报花，有准花吼，准花，
大理大书店有收圳花、外花吼，海是海花吼。海花两个意思，一个海边，一个海边的堤防吼。荷花是日语，荷花嘛是日语吼。莲花、港花、起花是迄个野床啦，葵花。后来是无收爆花啦，但是就是就会使即个像堤防，你就使用即个花字来讲吼。所以对咱等下日子遮吼，拜开始建造北平诶即个爆花目纱。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高知来到遮，即个高知啦吼，应该是高知嘿对 ，GOUCHE 吼，毋知啥物所在。再来30德米甲20担盐，再36个人，再一个吹蜡。今仔日规工非常恬静无风，所伫迄只载着最后的冰糖要送去交互斯万号的迄只快河船 Brock 号无法度出港，已经甲所在的糖交互大船斯万号的迄只快艇利罗号嘛无法度入港。避雷船卡贝尔号已经完全准备好，因案要按照中国30号的国旗下令该船出航前往暹罗。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今仔日有10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咸鱼，载154个人。再一个吹气。早起上述避雷船卡贝尔号探入陆方，顺利出港入港，毋知啥物意思？顺利出港就对了吼。驶出世界了。愿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迄只快河船 Brock 号也出港去大船斯万号遐，并且伫拜六中昼，该栋快艇利罗号转来港内吼。帆船 Foot Hope 号吼，Foot Hope 好望号也对芒港载着迄边所存落来的希腊砖啊，转来遮吼，也收到 Caesar 先生吼 ，Caesar 就是凯撒啦吼 ，Caesar 先生对应该是小龙遐寄来一张刀批，其中讲海贼king王吼，海贼king王是拼音，应该是可能希腊人啦吼，伊一般啦写拼音无，即个名无翻译，应该拢是希腊人吼。海贼king王有一寡居民甲高等航运拢是算朋友，即个瓦辛坎社的人陪同，就是即个海贼啦，有即寡人啦吼陪同去攻击达里沃社的人，烧毁规间厝，伫咧送信2个人了后退走。对此要如何处理？请随回函吼，回批啦吼，这是西泽先生寄来批啦吼，安尼要求吼。详情记载伫收到甲发送书函里。下晡看见一只荷兰船对北方来，伫咧沿岸，互伊入港，是对日本来的。米尔曼号，我查一下荷兰文。米尔曼，写翻译讲是鲮鱼 ，merman。mermaid 这条是英文写做 merman， 好，鲮鱼啦吼。米尔曼，
讲即只船是对日本来的联谊号吼，载着要送去东京的价值299000外毫吨的货物，以及要互即个相关的121支大洋。对 Elserock 阁下的内批得悉，迄边捌计划，即个人是即个阁下是倒位的人啊？敢是日本？毋知吼，咱继续看。迄边捌计划伫五方的人对北平转来以后，就爱伫本国个12号派大船 Water Hunt 号航离迄到位啊，但是无派遣，要甲上述的荷兰人留到本国个28号，或者是本国个最后一天。阮想讲，迄边考虑到欠缺船只。当派来为公司航往印度沿海，而且目前也无其他船只会当用。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内批。即段写甲无介清楚吼，人伫啥物所在，人看袂出来。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Good Shoe， 即毋知啥物所在，即字我无啥晓念。Goudje. Goudje. Goutsieuie. Goudje. 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Goudje，载有42篮鹿仔肉，载64个人，然后2只篷船对厦门到位，载来下日的货物60篮的茯苓，120匹的西苓，90包各种的空间布，以及6篮书写的用纸，合计载141个人。报告讲，遮深的篷船伫咧距离今仔日5天前，就已经到安海了。11月初八，恬静无风，落雨的天，无事。只敢若写批互团队 Merkinus， 爱伊认真探听迄寡河流的情形，是毋是会当渡过吼？是毋是会当撩过去吼？撩开过去，以便根据来决定讲是毋是要派军队去遐，毋知啥物所在吼？即个团队嘛，毋知是倒位的团队吼。Merkinus 吼，团队叫做 Merkinus。好，11月初9，继续透北风打扫的天气。早起，联谊号吼，就是对日本来米尔曼号开始。落所在大洋，迄只快船 Brock 号嘛，准备要伫明仔载派往平湖去遐清水，然后再石头去芒港，并且要留踮咧芒港使用，一直到遐的威利森肯一条堡，修理工作完成吼。11月10号，北方好天，早起上述的快船出航前往平湖，也无用伫落避雷船米尔曼号的货物，联谊号啦吼。11月11，风甲天气又完像昨昏无事，只敢若你落米尔曼联谊号所在的即个材料，逐工目睭天金金。你望着迄寡载飞仔的篷船的来临，听讲迄寡篷船已经伫咧福州停泊多时，停诚久啊吼，也咧期盼着遮深的篷船，伊捌答应要伫咧20天内会来遮。阮对如此延前感觉真艰苦吼，真难过。因为迄寡要承载即寡货物的船只，拢被留踮遮咧停候吼。
11月12，好天西北风，无事。即个人迄只病对迄阵 ，Orange Bone 号吼，橄榄树号，伫咧台湾市镇后面发现了伊个破空的所在吼。或者咱之前讲，因为伊去台湾市镇后面遐去修理船，伊讲有一个破空吼，已经找到迄个破空，并且已经甲补起来，搁一道落水咯，并且已经下令。爱含即个李路号甲斯万号同齐准备好，以便接到通知，随要出航。对归人到当无船只前来，嘛无音信。阮逐工真急迫来你听候望吼，因为阮非常烦恼吼，犹如但愿迄边情况良好。11月13，强烈的北风打扫的天，逐工以期盼的心情，眺望听候着决心所答应的帆船对西那前来。今仔日决议，迄个临时船长，因为无其他的船，所以互伊留伫斯万号顶头，并且决定要指派助理 Nicholas Reyes。代替个性的下设上务员 Cornelius Bishop 担任商店的主任。11月14有强烈的暴风对西北方吹来，无事，只有灵鱼号已经甲所在大牛拢落了。11月15。天气愈来愈平静，中昼3个好马龙社的代表前来请求赦免因所犯的罪行，请甲因当作荷兰人的囡仔甲朋友，像因的厝边其他的村社安尼来接受因，嘛受到传道 Mercurius 对大白莲所以是即个 Mercurius 大白莲啦吼，进前讲要叫伊。去查看咧溪流的情形来当了解去要准备派兵啦吼。讲受到即个传导对大白人寄来像刀批，用来答复阮所寄去的。伊讲即嘛河川水涨起来，若无用想的是无法度通了解一定要想水过去等到适当的时机，军队会当用行的了解的时阵，才会随通知阮详情记载伫咧该函台语叫做辽亏啦渡溪啦，毋是渡溪，就是要用行的过一条溪，叫做辽亏查一下即字好啦，IAU 第5声，我敢若印象中进前有一个什么有山什么，我袂记得即个大家咧讲的一个词什么，我袂记句话我找你个条。杜溪等等，但你大书店即个料理无用了真奇怪。伊是甲即个撩水撩溪即个词即个字用伫刻伫个含长条形迄个条，伊用即个汉字即个台语即个料理除了拄则讲撩溪以外，会当用，比如讲。用葛来葛茶嘛，叫做撩。你即个对遮甲撩过去，安尼意思就是用葛啊搁葛阮弟弟是做肉的所以我当咧定含伊对话时阵用到即个词即个撩一下安尼用葛啊搁起就对了迄条迄个角甲撩起上
即个动词。啊，当然上接用的就是医疗啊、抓疗，就是长条形的医啊，吼，医疗啊、抓疗，吼，两条椅啊，就是两条椅子，吼。好，转来第2只吼，哦，讲到辽阔嘛，吼，即个 Mercurius 讲无法度吼。水伤重，水伤悬，阴伤悬，无法度通辽阔。这是11个结束吼。但是后一段嘛是11个，是安尼写吼，就是后11个后手的这半个月是继续Formosa岛上的热兰野城日子。1643年11月16到1644年3月20，我嘛毋知为什么佫分段吼，啊明明就相款是伫Formosa，是毋是无共所在啊 ？Collective 这什么意思啊？伊无翻吼，所以我毋知这什么意思。我用 Google。叫做哦 collectie gijzels ，collective 就是 collective， 或者是 collect 哈，所以翻译是翻译做海藻系列哈，什么什么系列，什么什么系列安尼，海藻系列。collectie gijzels 好。当然嘛是佫毋知即个海藻是指啥物吼，但是应该是含即个主题有关系吼。好，咱继续看。11月16号天，今仔日决议斯万号将伫本国月20号以前派往巴达维亚，有定要对日本前来的 Waterhound 号将计划航往斯拉特吼甲波斯，而迄个甘马树号将会伫个最近派往坎波利亚。11月17号天，北方看见一只荷兰船航来北平停船的所在，但是今仔日袂当来入港。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10个人。11月18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上述迄只荷兰船来入港咯，是 Waterhound 号航往 Tartarian 的避雷船 Castercam 号和快艇 Breskens 号嘛对因的目的地转来入港咯。佮看一遍吼 ，Tartarian 是啥物所在？Tartarian 敢若写讲，写讲是希腊东北部啦吼，会对注脚是安尼写，Tartarian 就是鞑嘛吼。航往 Tartarian 诶，即个避雷船吼 ，Castercam 号吼 ，Castercam， 来看一下有啥物意义无？Castercam 无意义吼 ，Castercam， 甲快艇 Breskens。Breskens 无啥物意义吼。好，航往迄个鞑诶，航往希腊东北吼，对满洲国啦吼，航往即个希腊东北诶即个避雷船吼 ，Castercam， 甲快艇 Breskens， 也对因诶目的地转来入港。对该船官员详细得悉因回航以及途中的遭遇情形，详情记伫因的日记内底。以前对日本传来的消息得悉，快艇 Breskens 号几个人为着要去
找找新的食物甲水，伫日本的北端上岸被掠，带去迄个江户皇帝遐吼，就是东京啦，日本的东京吼，江户啦吼。即嘛对上述的 Waterhound 号所砸来即个批吼，砸来批是即个议长吼，派驻日本的议长叫做 Elsa Rock 所写的批吼，对伊的批知影讲，伊意外来忽然间伫本国去配合被调换，要亲自见拢皇帝遐。迄只快艇 Breskens 号的活掠的人也被送去江户国会议员遐被质询，因此伊相信讲，到江户以后会去用查询做证哦，愿上帝人民，互因会当得到讨伐，得到释放哦。今仔日就命令 Waterhound 号来挖靠即个栈桥，以便栈桥吼，就是栈桥，以便来落所在的云，总计才是偌济号吨吼，空白无写。甲云落了，就爱甲所在来石头落来，也可能是砖啊吼，翻译的人安尼写，甲以及插头吼，要甲落来，对长行到即只航行8天。11月19，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拢淡水，载一个篷甲桅杆要送去互停伫遐的行李人三岁吼，三岁的迄只受损的即个篷船吼，三岁下底有注脚讲，就是华商叫做焦杰。别号叫做 Jan 水德高，之前敢若有看过即个别号。苏德高，苏德高讲是爱食甜的物件 ，sweet tooth。苏德高，好。3岁啦吼，外号就是爱食甜啊吼。迄只伊的受损的即个篷船吼，要载一个篷甲即个桅杆去送去互伊。讲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拢淡水啦吼，为着即个任务。今仔日遵照总督的命令，授权坐 Waterhound 号对日本来的上级商务员 Overwater。就是担任即个 Formosa 的次官吼，次官，并且解除昨昏坐 Casteracam 号甲 Breskens 号来到遮的司令官 Martin Jervis 的职务吼，解除伊的职务吼。以便伊会当得以及时转去巴达维亚报告关系着因对 Tatarian 回航的情形 ，Tatarian 的东北吼。Waterhound 号落号了后，将会随船运要载去波斯甲 Surat 的号码，以便尽量较紧来派伊出航。11月20，今仔早起，朋友所坐公司的篷船要去换坐大船 Swan 号前往巴达维亚。该船对此地载着价值10,900外毫吨的货物，要航往巴达维亚。愿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今仔日 Waterhound 号开始装载要载往 Sutra 波斯甲 Wingora 即个地名吼，毋知啥物所在 Wingora 吼。
即个瓦特巷就好开始装载货物啦吼，要送去即寡所在的货物已经准备好吼，但是呢，阮还未吼，阮要等到上落尾才装船。11月2日，风甲天气像昨昏。Water Hunt 的号已经完全装号完毕，所以命令伊准备好，以便伫个再来25号来出航。今仔日21号吼，今仔日有2只高野船出航前往下淡水普查，载11个人。22号11月22号天北风，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坎古啥物所在？坎古讲可能是坦古的，就是打狗的病号，嘛有可能是西南沿海的一个地名。讲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坎古的来到遮吼，途中经过18天，对打狗来到台南无可能18天啦吼。报告讲，伫有一段长时间，伫个西南沿海透起真强烈的风，又搁讲，伫个平湖有2只要航来处队的大篷船载着空眼部停伫遐。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九尾，载一批咸鱼，载20个人；有一只篷船对金门到遮，载来40担盐，57个人。11月23。11月23，风甲天气拢像昨昏。早起真意外，边堤船洗野号对归人来到遮，带消息来讲，快艇 Levuak 号已经平安到即个萨瓦多城堡的头前。萨瓦多是归人吧？归人的即个城堡吼，即只快艇叫做 Levuak，无特别意义吼。讲即只快艇 Leva 已经到即个萨瓦多城堡的头前，迄座大教堂嘛已经拆掉吼，就西班牙的教堂。迄寡石头或者是砖仔已经搬到海岸吼海边啊。煞接着也开始拆迄座萨瓦多城堡，为着即寡工作，船员甲士兵拢调来斗相共。另外一个计划中的工程嘛将要开始进行。11月25号，篷船 Alkmaar 号即个 Alkmaar 咱进前定读着吼。Alkmaar, 无特别意义吼。Alkmaar 篷船 Alkmaar 号伫11月25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停船，无特别的事。11月26上。我即马读的这其实拢记伫11月23的，对，我毋知影为虾米吼。后壁嘛是25、26、27嘛，阁有日记吼。11月26上水的篷船经派12个强壮的士兵派去顺翼海产。11月23，倒头算吼。11月23会对注脚讲，原文有2位的11月23，然后接11月24甲25。好，11月23，今仔日国旗要运往苏拉地甲波斯的货物，爱减掉45万毫吨的现金，装载24万7000毫吨的黄金，其他的6吨的黄金要用其他的货物来填补，然后派伊出航。也决议讲要通过西南人带几种商品来，就是5000捆的粗灰啊，甲300个铁鼎啊。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金门来到遮，载来下日的货物，就是55锭黄金、5000个粗灰、300个铁鼎、30
担茯苓，70担红色的色料，8包空安布，8担纯元的小商品，6担书写用纸，14纳米粉，载108个人。即寡先仔人报告讲，有一只要巷内厝地碰船，因为强风遭难，有5个人淹死，不过有一寡好女抢救起来了。再一个利息。好天恬静无风，因此 water hunt 和无法通出港。下晡有一只篷船对新岛来到遮，新岛吼，我看一下读音。新岛，新岛在什么所在？下晡有一只篷船对新岛来到遮，载来3000个各种鱼仔，40稻米，20担纯元的小商品，13拿糖，3拿米粉，载45个人。11月2号，好天透北风，下晡有一只篷船对安海来到遮，载来400稻米，300个铁鼎，50包夹豆夹豆，20担面粉，5担茯苓，载24个人。今仔日也有5只渔船载着盐要去 Formosa 沿岸掠鱼，也有一只对南方来，合计载70个人。因暗一切准备就绪，都准备好了吼，都命令船只 Orange Boom 号，就是柑仔树号啊 ，Catericum 号、Lilo 号，甲即个 Waterfront 号出航前往 Cambodia 暹罗 Commando Surate 和波斯，因所在好女总计得如下。云龙波斯8252块，Surata 45万，Wingola 297 ，Commando 袂记叫啥 ，Commando。这卡面多这啥603994块哟，毋知是啥。暹罗甲坎布利亚32397，单位无晓嘛，毋知是啥物件，应该是钱啊吼。总共是1195000。是11月2号。11月26，今仔早起上水的船只用篷启程，原上伫带来因一路平安。今仔日国际洗业号嘛要去停靠伫个米尔曼灵气号的边仔，以便转载要运龙东京的好女。并且尽快准备好要出航，因为计划要尽量较紧来派伊出航。11月27，真正足久无读到故事啊，全咧记下吼。11月27，天光的时阵看见快艇 Vas 号和Luva 号因伫个中岛来入港，因捌因为强风必须爱航往淡水。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到，载有5个人。11月28，今仔日国际要派遣快艇 Bruskins 号甲 Vas 号，装载运硫磺以及伫个归人所处置的大炮，甲其他要载转来商品来出航。而即个
鲁瓦河含米尔门河吼，还阁要留踮咧储地一段时间。也决议讲要出告示通过所有的希腊人，凡是希腊人的船渔船也或是其他船只，伫台湾摕通行证以前，一概不得去南方任何所在停泊，更加不得含居民交易或者是掠鱼。违反者不收该用客船该篷船甲船顶所在货物，并且要该船员要掠的关吼，而且因嘛不得亲近居民，不允准因去日本人的去日本人的厝吼。毋是去日本人，不得亲近居民嘛吼，就是指台湾人吼。福尔摩沙人吼，不得去含，袂允准去因的厝吼，除非是得到特许特许吼，并且决定讲伫适当的时机要答复马考政府所寄来一个拉丁文的批信。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载15个人，也有下列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就是2只来自安海，2只来自虎毛，一只来自厦门吼，一只来自这个虎毛毋知啥物所在吼。本来想讲是毋是厦门，但是即只另外一只是对厦门来吼。另外一只来自澳洲，一只来自尼泊啊，一只对烈士来吼，9只是对虎尾来吼。歹势，毋是虎尾，顺尾。会写准尾吼，巡尾，巡是找寻的寻，有3点水吼。合计是17只篷船，载415个人，再来300捆的灰仔，10担船员的小商品，还有啥？6担的咖啡色的糖，1190担的盐，450稻米，甲其他的杂物。好，即拢你记下，尽量较紧甲读个了吼。11月29，无特别的事。11月30，今仔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载新茶来到遮，遮拢是讲迄个台南迄个越南野社吼。也有4只篷船出航，载85个人。好，12月啊，1643年12月，点钱无风，好天，中昼，逮捕5个希腊人，因为因无符合去留伫个居民的村舍里。讲你若无符合，袂使去遐吼。彼得船4月号已经完全准备好，会当出航，因此下令伊出航前往东西，什么意思？所在货物甲现款总价值299800外毫吨。今仔日有14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要去掠鱼吼，载283个人。12月记甲甜啦吼，无漏到去，逐工有。12月2号，上午甲下午有几只篷船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吼，其中2只来自厦门甲金门吼。所载来下列的物件吼：11箱镜菱7拿白丝4包西菱2箱海黄4包抹布。42拿茯苓20担船员的小商品，船员小商品叫做拍刀吼，都要拢冰单渣吼，船员的小商品吼。Vecto. Vector. Vecto. Vector 意思是 packing rope， 就是用来你包装用的这个绳啊，吼。所以20担船员的小商品叫做拍刀。
所以小商品含即个别物件的锁啊，敢若无关系吼。130两重的黄金，6箱金丝136粒糖，400捆的肥仔，对金门来的芳船再来下日的号码，46箱的金丝，20包空眼布，20粒薰草，25担书写用纸，12担茯苓，11担红色的色料，500捆的肥仔，150罐的是若无仔酒，那18粒糖，14袋米。然后，即只对历史甲平湖来，5只是对新仔来，即寡拢是空船，还佫有几只其他的芳船，再来500担盐甲120袋米，合计是载404个人。今仔日甲告示打出去，通过新仔生理人爱载运何种商品来。载偌济数量来吼，并即寡商品就会当来供应日本、祖国、巴达维亚、SRAT、波斯、Commando 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全部需求。Commando 是啥物所在呢？Commando 无特别的意思吼，一个名仔就对了吼。等来第二只讲用即寡商品，用啥物商品？就是通过讲新仔商人会当载运任何种商品来吼，爱载偌济量来，用即寡商品就会当供应日本、祖国、巴达维亚、SRAT、波斯甲Coromandel 以及所有其他地区的全部需求吼。12月初3，有真强烈的北风，今仔日 Vals 号开始装载一寡对归人所载来，而此地无需要的商品，以及迄只此地无需要的3维的货船吼，叫做 Black 号。要伫个做军派去巴达维亚。12月4号，对东北方吹来强烈的暴风，无特别的事。12月初5，天气平静落来了。甲此地商管所存来全部的硫黄拢装入去快艇 Vals 号。今仔日有4只芳船出航前往南方去掠鱼，载94个人。12月初6，有北风好天，今仔日对新仔沿海有6只芳船来到遮，就是一只对新岛来的载来40担茯苓，10罐浸泡过的即个菜头，就生菜头啦吼，2担冰糖，1担地米，20担的柑仔，有一只是对安海来载来17篮的丝8篮的丝质布料，7包空眼布，31锭的黄金，500捆的肥仔。第四。歹势，毋是，就是4只来自平湖，对平湖来一只，对历史来一只，对即个Chevrolet，翻译写讲可能是巡尾吼，巡尾吼，一只是对顺尾来吼，是渔船，再来170担的盐，40袋米，合计总共载178个人。
12月初7，风甲天气悠远像昨昏。今仔日有2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11个人。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载有苴弹、咸鱼甲鹿仔肉，载91个人。有6只高野船对偏湖来到遮，载31个人。12月初8，根据已经定的国旗写批回函啦吼，经过西那送去互澳门马口的长官甲议会，也写一张中文批寄去互杰森、本洛和塞纳，并且附寄阮最近公告的所需求的西那澳门的通告去互因，请因也来供应。要暗仔有2只篷船对安海来到遮，再来160德米、40箱金45锭黄金、4000捆的灰仔、2箱佳宁、2包蒜糊、181篮冰糖、12包空眼布、11篮布料。也有2只篷船对南方载藤甲插头来，一只是对厦门，一只对烈士，2只对西宝港、顺尾港。question mark 无确定。2只是对帕托来，是渔船，载有350担盐甲70德米，合计10只篷船载221个人。今仔日有9只渔船出航前往南方，载83个人。12月初9，咱就莫读啊吼，读到12月初8就好。因为我看一下笔记，今仔记袂少吼。首先欢迎各位新朋友吼 ，BB 卡甲即个号称吼。你愿意听啊，怎样表示你拢听有啦吼。阮已经即个日志吼，已经读要到一半吼。好，头前吼故事性较侪啦，最近这读差不多要1个月啊吼，我无啥物故事吼，逐工咧记写吼，真可怜哦，各位新朋友来听记写吼，听我淡薄咧念笑谱啊吼。好，来看一下笔记啦吼。各位可能就是芭比的朋友啦吼，感谢芭比甲咱真斗相共，甲我求听众吼。报刊吼，所以报刊是第4声，我写做第3声毋对去吼。一个 H。嘿。老的老布丁吼，少年的较重兄吼。讲应该是爱写重兄吼。重兄甲打兄无共吼，打兄是心惊胆战吼，惊着吼。含真也无关系，因为迄个事我想袂起来。我其实昨昏我落线了后，我才想到就是戆影啦吼。我拄则敢若看到有人有写吼，马文有写戆影吼，就是戆影啊，袂记一时也袂记吼。好，医疗啊，戆影，疗水，疗亏吼。撩落去，深度参有一只，就是撩落去，就是，要安怎讲？我毋知影华语要安怎讲吼，撩落去。
五命，对啦，就是愣了一下哈。好，过来技巧训。好，安尼到遮吼，这期嘛看煞，咱明仔载休困吼。后礼拜就是礼拜暗时啊，咱会是9点。暗时9点，咱会来读即个出师线吼。OK， 然后再过后礼拜再过继续来读日兰野声日志吼。OK， 感谢各位有兴趣都欢迎恁来听吼。感谢各位，咱来关房，感谢。多谢阿关，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买文。